世界万行台，拢伫咱台湾新眼界。观众朋友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，我是主持人吴平仁。你看到这个台湾地图，看到灰灰对不对？什么叫做地理语言学？今日我来找一位学问真饱的教授，伊唔请唔那是学问真饱，而且台湾甲世界五路讲走透透，为着要呢采取这个医疗。采取医疗是啥物代志？地理语言学又是啥物代志？敢会当做饭食？咱到底来找洪为仁教授。老师，足久无见面啦。老师，听讲你搁出新册哦。是。高，这大本啊？这唔那一本啊，尔咧？即马目前是细部的一本尔。一本啊？我会记你一摆拢出安尼枕头的，拢出枕头。顶摆这就2本，啊，这有理论的，啊有地图，这足大本的吼。啊，我即摆这本啊，对后理论、后地图、后闽南的地图，真好看哦，哇，足油的呢。是。咱唔捌的人挥洒洒啦，但是老师敢若算命的呢。我讲算命是，唔是不敬哦，是讲你若一出口，伊就知影讲你倒位人。所以地理语言学就是讲足油嘛，是足粗的。安怎讲？就是爱粗着宏观嘛，啊油的就是微观。微观的意思就是讲，我什么所在讲什么桥，什么所在讲什么桥，什么方言，到一个砖头讲什么话，我拢知影，这就是微观。啊，而且斗起来了，斗起来，伊共同的特征。对，来甲伊分类。老师，我先问一个问题哈，你这拢是一步一脚印去采医疗去啊？你这话要安怎讲？啊，你拢安怎讲？啊，一个一个甲斗起来。但是这个人，因拢带这个砖头。啊，甲连起来，连起来了但是咱毕竟每一个人讲话拢无共款，啊，你如何这异中求同，啊，去采取一个对点啊，连做一个面安尼啊？大部分拢统一较济啦，啊有少数的字啊是少一寡音会较快变化的音，伊会无共款，啊，这无共款是。咱来研究这个一个砖头内底，会无共款，这变小方言仔去啦。我博士论文就是做这啦。啊，咱今日做地理方言学就袂使蓝参啊。咱来经一个问题，我干来调查老年的就好啦。我拢是安尼做。啊，老年嘛会无共啊。对啊。统计。看数字就对啊啦。统计，比如讲我一人邦家。我访问3个、5个，对不对？啊，有人安尼讲，有人讲，要安怎讲？大多数人安尼讲，写落来。处一个大多数。6成以上2/3安尼讲。啊，就成立吧。啊，成立。啊，若做无到2/3，啊，两种拢偏死啊。网家有无？对。讲对较侪啊。讲对。对较侪。对。啊，至少来讲对是较少。对较少。对大部分拢少年。啊，若老的就是迄正港人啦，我拢知影。我就是老的啦。啊，你是正港，有这正港腔啊。正港腔啦，老师，你讲的一个重点，讲这个腔无一定是这个所在的人是不是安尼讲？嘛，这个讲这个腔就一定是这个所在人，但是祖先不一定啊。无一定嘛。因祖先就来到台湾一遍啊。像阮祖先是做南湾的嘛，印度，啊来到台湾，阮就住咧新港江地，我就讲漳州腔，我袂讲泉州腔啊。啊，就无去啊，就南参做。是啊，啊，就是来到这对别人讲。老师，这观众朋友听到这你唔通转台啊。咱是主要要老师来讲给咱听咱做这个地理方言学，还是讲地理语言学，是要创啥物？对咱一般大众，学术当然有意义，
两个意义啦，一个是学术上啊，我爱了解，了解方言分布、语言学的责任。语言学的责任就两种语言，甲一种是伊较注重一个方言一个方言去调查无联系嘛。但是地理语言那是我去调查地理上足侪不同款的所在，然后我甲伊画出地图，才知影伊的分界对。我进一步咧，就知影伊的历史。怎才会安尼？这就是变做讲，佫爱解说啊！要解说的时候，你袂使干那知影台湾的。咱台湾是长山过台湾，400年来到长山是安尼。来到台湾无一定是安尼啊。因为恁艋舺人也毋是拢全安溪腔的，但是恁阿妈艋舺人是安溪腔的，是占多数。但是恁佫毋是正安溪腔的，恁甲实际安溪腔。实际安溪腔，无共款。我就甲伊无共款，无共。这就是因为你内底有参政工人啊，惠安政工吼，遐人，南南在，阮遐人都无迄个用法，你们猪啊、牛人无咧腔啊、鸡啊，无来，所以哦，即马在吵啊，大家吵，猪、牛我要保存，鸡吧我无爱保存，我要讲鸡吧。所以老师，这对一般人的意义是讲，知影家己对倒来，即摆咧讲啥物，安尼吗？还是讲还佫有其他的什么意义？对一般人是无咧管这啦。好，这是学者伊的兴趣，讲我知影咱在台湾是安怎变、安怎来啊？这有迄学术的兴趣。哦，一般人咧管理，我有饭通去食就好啊。我有话通去讲啊就好啊，伊袂兴趣。但是对啥物人较有兴趣呢？对本土语言教书啊，应该爱学这。什么原因呢？因为即摆老师吼拢外来，比如讲你澎湖人来这嘛，咱教恁艋舺的腔啊。艋舺腔的内底学生仔讲，拢甲老师无共款。老师讲，你拢唔对，讲我阿嬷讲拢安尼讲，你若讲唔对，我才叫对。哦，对，老师，这我就承认吼，这变做纠察队啊。纠察队，这台湾咱要推广台湾，说变做消灭方言。安尼变做甲其他的你拢唔对。是。我的主张就是讲，咱爱保存语言生态，多元性。对就是讲标准应该定啦。你若无一个标准，你查字典无得查，文化袂发展。但是你爱尊重方言，要安尊重方言，我毋知影方言了啦，看册啊。看儿子上的册，看儿子上的册，真正有趣味呢。我坦白讲，老师你的册哦，我拢当作要困的时阵哦，爱来读呢。片呢？唔是片，一工有通读2页哦，2页啊，就困去啊呢。但是唔是，你安尼不时安尼看吼，有当时会突然间安尼顿误去呢。老师，安尼今仔日吼。看有当啊，互我安尼讲一下，互我顿悟一下。咱来举一个例，你若去倒位去采这医疗的时阵，你拢用啥物字？听讲有固定的字，来问。这种是安怎？这个规则是安怎出来？这就要先去了解讲方言差的规则嘛。然后开始一类的字，比如伊若讲猪吧来讲，一定讲鱼啦。伊讲猪一定讲鱼啊。这个规则，这一类啦。这个是拢一个韵字的，共迄个字类，共迄个韵类，共韵类咧变吼，差不多95%，伊的变化拢有一个平衡变化。比如讲，老师，你这顶头写门更类，门更，就是这个是伊字类的名，这是这类的字。全球拢读做伊若读门，一定讲物件，讲变门。种读做若阵是光吼。光。这字有人会读做毛啊。毛。你找这个图就较无普遍性啊。你都要找较头前的。后面的嘛有啊。现在找就有啊，而且加这个较有普遍性。这。跟过家韵啊，这是。过家韵啊。你台湾比如艺吹。艺吹，你讲艺吹，其实我唔是安尼讲。艺吹，艺吹，对，这就是新安溪腔。
新的安溪腔。对，旧安溪腔咧就是鹅车呀，鹅车车呀。啊，对，我想起来，我细汉时吼，有一个隔壁厝边哦，迄个人累的时阵哦，他死啊呢。鹅车，你会讲累就讲累就有影。累，无就讲累啊。讲累，即摆是累，这是老安溪腔。若累，这是新安溪腔，像恁遮就是安尼讲。若像阮这漳州腔就讲累，讲累，就即类简单啊清楚安尼。像我讲鸡肉，鸡肉，你讲鸡鸡肉，鸡肉，讲黑鸡，河鸡，刚才是讲回鸡咧，都倒饼个。就跟老师讲话吼，拄着阮阿公。不是，这真朴的迄个阿公吼，迄种讲迄个古早话。无啦，这个我甲你讲啦，我细汉的时阵，就是伫漳州地大汉的，新港漳州地。我讲回乡家教卡庄酱，你知道？你老师，你给我讲一摆。回乡家教卡庄酱啊，回乡家教卡庄酱。对。按照浙江就变遐酱。但是来到台北的时阵吼，就无人安尼讲回乡家教卡庄酱。啊，对。迄个金鸡洞，迄个土油的广告就是安尼。回乡家教。卡庄酱，阮迄是叫做全线腔的。台北这是像我住家人迄边了，伊就就是全海腔，就样。像恁台北拢样，回乡家教卡庄无人讲样的啊。所有的泉州腔无人讲样的啊。你要信无？无，我毋是无信，我毋是毋信，我是咧想讲，对呢。上后尾吼，即趴咱来讲互大家了解，讲你做这个地理语言行吼，比起早前即个学者是做，有啥物无共款的所在？对日本时代小川上义开始，迄算做恁即道的祖师爷伫台湾来讲啦吼。但是法国来比起来，你认为你所做的这个代志，到目前为止。在这学术顶头有啥物地位，爱互观众朋友来了解者。这时代咧进步啦，观念嘛咧进步，你知？所以因迄个台湾第一张的地图，萧远祥有的。萧远祥是真了不起的语言学家，伊去调查方言吼，这是干那南岛语的原住民的，因才有去调查汉人的部分，伊拢看文献。调查的所在是干那台北尔，所以全台湾。像到伊无了解，伊拢用册，毋对，伊就是根据迄当时吼，1901年吼，即款叫做因总督府有一个组织的调查，伊讲来泉州来，就讲泉州腔，漳州来。就是你倒来嘿广东来拢客话，伊当来想其实安尼想毋对。哇，迄误差真大呢。袂讲足大啦，但是。因为敢若是讲，因为我会记哦，日本时代这户籍顶头咧写讲啊，广州的广东，但是内面也有真正的客人，也有潮州人，也有潮州人，也有汕头的，也安尼。漳州内底像照安尼，嘛有客人，嘛有俄罗人。对啊。伊即马从去客安尼，就漳州就叫做讲漳州，就唔对。这是小川。所以这教阮老师钟老生老师，伊才出一本册叫做《台湾闽南语的分布》，伊才用实地去做调查，迄个才会准。伊迄一阵头伊拢做到做400外个点嘛，400外个点，伊毋是人哦，400外个点。哇！对，伊学生拢伊学生尔，都是你啦，毋是啦，我迄个时代。学生互伊问，伊讲你是讲鸡肉还是鸡肉？鸡肉来。个菜定来。即摆早伊就甲画这地图安尼。画地图，伊都爱用翕啊，伊迄是用拿图翕。到摆吼，我甲伊转做用 GIS 来去画。
即马电脑了，迄才会准。哦，所以这就是方法的方法的进步嘛。哦，伊观念的进步。老师，你的老师400个点，你是几点？哦，我算清的。我干了这张图，我干了这个图吼，这西部的图，我1500个人访问的人，1500个人。啊，访问的点，1000个点呢，你知道？哇！啊，老师，你头下讲有4大空间，这个地理语言啊，这4大空间是什么意思啊？意思是讲，你若准干来去调查一个点，安尼是一度空间嘛。一度。啊，我若准2个来做比较，比如讲我台北调查台南嘛，调查这2个来做比较，这2度空间。2度，我若准全台湾14个拢去甲伊做调查，我画出一个地图出来，就3度空间。3度，啊4度咧？4度是知影伊的历史啊。哦。就是咱台湾是安怎变啊？而且咱会当透过讲，你这个所在，恁的祖先对倒来，当时来，来了才安怎变？看伊的变化。唔是讲这你鹿港人，我就问讲你鹿港人对啦，打鹿港人，我是泉州来，泉州什么所在？讲袂清楚。啊，有个人就知影，阮这泉州城来，但即摆个了解，鹿港大部分拢泉州城来啦。但是城内附近迄搭啦，毋是全做城内，湾海啦，什么这拢是啦。啊，这有足侪人来到遐鹿港，毋是干那一个所在来到遮会南来南去啊。哦。啊，南去来到台湾，伊个会含其他漳州腔搁南。搁南。啊，所以即摆的泉州腔。鹿港腔毋是正式的、纯正的，伊讲叫做泉州市府的话，所以咱即马就是爱知影伊的历史变化。哦，才会通啊破解。这变成4度空间，就是讲伊来到台湾是安怎变的？比如讲，李登山的时阵，一间厝讲一间厝呢？一间厝。一间，来到鹿港变一间啊。哦，老师，安尼你互我想过，玻璃。因玻璃吼，但是拄着迄个宜兰来的人，敢若拄着青铜的呢。啊，恁2家，2个我2界啊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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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这嘛是一个字类咯。伊迄是单字尔啦。单一字。一界2界吼，啊，这一界是古音嘛，一界啦。界。一界啦，啊变一界啦，啊这一界2界啦，啊一界吼变一个。一个。啊，变一下，啊，一下是上新的。这个客人就有啊，一届、2届啊。2届。哎呀，啊伊呢？哦，那比着客话安尼就背出来，就背出来。伊迄做苗栗当一家2家啊，啊伊家就是等于咱讲家嘛。泉州人恁咧台北人讲一家2家呢？一家2家啊，阮就是一家2家。一家2家啊。对啊，啊你这较古啊，啊那迄語無去变一下啊。阮拢会感觉讲。有迄个要讲，敢若无爱讲迄种声吼，迄种音吼较准。你知影吼？你变做安尼讲，阮会较标准安尼啦。哦，无想到，啊，就讲出来。嘿对，你变做安尼，套经验。无啦，毋是啦，就是讲吼，阮就是艋舺城啦。啊，恁咧城内的人，阮艋舺人，甲恁无共款安尼。会安尼哦，那你有听着无？吼，你就老师安尼一。小可讲者，你就讲哦，第一，唔通做纠察队，要保持咧语言生态完整健康，对，啊，才多元，对啦，对不对？但是说来吼，老师要来来看讲，到底吼，什么人讲什么话，啊，要安怎采这个语料，吼，啊，采这个音，咱继续来甲看落去。你几岁4行到带囡啊？7月份就去啊呢。7月份就是。我啊，7月份就去啊，去讲迄就。都出世啊。出生就对啦。出世啊。哦，伊迄人咧，原来无闲啊，有做田啊，啊请人来带。哦。我走爱做田。啊，徛囡仔带囡仔呢吼。啊，咱这无做田的。大汉来带细啊。才有肥好食啊！才有肥，迄了有肥好食。啊，但系下遐拢艰苦，无讲啊。啊，所以完全无法度读册啊。你讲迄无效啦。无啊，迄古早课真好听咧。
老师你他讲饭的吼，你讲食饭啊？食饭吼。你这是桃园啊，桃园。这是要安怎讲？桃园啊。桃园中了第一名。啊。这有做内力。这有做内力。啊，搁去再去走做桃园。桃园嘛。这是算内力啊。你有听无？讲桃园。这较早是讲内力啊。你甲我讲啊，这迄当时啊吼，迄15分啊车啊。哎呀。啊，无咱写迄日本人坐到顶悬。对。啊，恁两个落来甲塞。对。围队塞到队。一只塞到，可比讲哦，冰镇你知无？冰镇哦。一只塞到冰镇。冰镇嘿。哦。哇。塞到冰镇去。伊迄一条桥吼。啊。一条溪就对啦。啊。一条溪安尼直接透到伊互迄枪尾仔遐去。啊。啊，这边嘛足长。啊。啊，敢若中好一板桥安尼。啊，甲伊铁。啊，你过桥你敢会惊？会惊都无法度啊，两个拢嘛惊。啊。有早人有切哦，摕来拍，爱来下。伊甲你创铁机啊，甲你动。动我你有切无？你若规堆你若有切，爱好的呢。拢无日本啊摕了咧，单人拢无通好食呢。这倒一只，迄切拢家己拍的哦。你有听伊讲，伊讲无通好食。无通好食。啊，拢拍刀。你安尼讲？我无通好食。拍刀拢无摕了，无通好食，你食呢？阮拢食在。无通好食。有食嘛是一点仔米的尔，滚暗糜啊，落炖糜。啊，日本人食饭，食饭啊，你食糜。你讲有饭，讲有在食。食糜，搁加迄糖，迄个盐。盐哦。盐遮大角。啊，配菜呢？配什么菜？配肉啦，配菜。啊，无吧？后迄个菜好配。老师，咱头听到的饭，桃园，这是同一个字水嘛？哎，这属于门关里的。门关里的。啊，但是你讲因这桃园这个腔在长山，可能讲啊，就安尼讲。所以这较早的，像宜兰到这桃园哈，拢是这款的腔口。这算老泉海腔啊。老泉海腔。啥叫做老泉海腔？就是讲水呢啦，这类的叫做门关类的吼，人伊拢保存位，这是规个漳州拢安尼。但是咱下港的人就无这款的腔口。哦，其实是规个漳州拢安尼。哦。是敢若咱台湾的漳州腔吼，连中万州拢无啊，敢若北万州才有安尼腔口。哦。这属于北万州的，桃园属北万州。你像伊讲转来讲转来。转来，哎。啊，但是讲转来哦，啊转去，要转倒去，转去啊转来，这是平衡腔，带一个平衡腔伫。而且是转，转来受到热的影响，变转。所以伊这个是真标准的腔。比如讲，啊，若是长山，可能是江波。伊这是。就是江海腔的嘛，江海腔，漳浦也是平和，也是南靖这带的人较济，而且真有可能。啊，但是来到台湾了，其他的漳州人拢无种腔啊。来到台湾，你像南部嘛是这人来的啊。哈。南部的江海腔嘛是这来啊。是。啊，南部有一种是叫做全山腔的，就阮遐新港的就全山腔的啊。啊，西丽啦，遐人。迄个中山腔的人，伊就甲遮腔口无共款，伊主要就讲，我想看卖咧，我想啊羊啊啦啥，伊这属于漳海腔，啊阮遐属于漳山腔的，我就讲羊啊，我想看。羊啊，姜啦。姜。嘿，啊，佫较趣味哦，小等老师佫带吼，伊几个算大弟啊嘛吼。嘛袂使，迄个学生辈啦。学生辈啊吼，啊，
好朋友吼，而且对因的这个每一个所在的腔吼，咱来更较详细来讲起。伊的特色是，我那有猪啦、鱼拢保存着咧，加伊共款。不过还有一个特色，伊的第二声变调变时变时，比如时龟吼变做西龟，时龟啦。啊，西瓜嘛是西瓜啊，唔是你叫伊讲。四野龟啦。你讲过嘛？死鸡怎么讲？西瓜天也未关啦，凊早就出门，啊来去远的路当公园哦，要来买鸭母卵甲鸡脚脆呢。嘿啊，哦，都妹水的，讲啊千外箍啦，我看人可进来对，下暗荤素洗好，暗顿食饱，才摕鸡脚脆来煎。佮等来咱现场，老师带领了4位，这4位是你的学生，还是算做你做电影调查的时阵熟悉的朋友？要安怎讲？无啦，这是个拢我学生啦。啊是。哦啊，一档唔是我学生嘛，差不多是我学生啦。啊，学生辈啦。啊，老师啊，你一个甲咱讲，因为这是有作用的哦。每一个人伊所代表的这腔口是啥物？老师，你甲咱介绍。哦，这金城算我头叫啥啊咧？头叫啥？我实际的时候啊，收的叫做学生哦，伊学了上较成功。是。哦，哎，伊是代表十字腔。十字腔。十字腔就是安吉腔啦。安吉腔。啊，阮学术上叫做转山腔。啥喏？漳州诶，泉州，啥叫做转山腔？你知唔？今年哦，我到尾去登山调查时，我发现讲，那安吉腔都无咱的咱台湾的安吉腔遐尼古啊，咱保存较济啊。哦。哎呀，比如讲鸡肉，因拢规个安溪拢讲鸡肉，无人讲鸡肉。无咧讲鸡肉吧？鸡啦，鸡。安溪啊，无讲安溪啊。安溪。啊，所以就是我讲安尼应该袂使安尼讲，应该是爱叫山顶安山。我发现就讲泉州的山顶有另外一种腔口。啊。啊，搁有泉中搁另外一种。啊，泉海搁另外一种。哦，是。就讲读煮啦、煮饭，这个就是迄款。啊，这个其他所在无安尼讲。哦。山顶伊讲煮饭。煮饭。啊。煮饭。哎，煮饭。鹿港嘛是安尼讲。是。老师啊，所以这就有代表性。啊，第几位？这位啊，伊就是迄款李家全，伊是我的助理啦。啊。台语系毕业的。啊。细汉是无咧讲，人大汉啊有讲起来，讲到学倒转来。啊，伊的特色是，我那有猪啦、鱼拢保存着咧，加伊共款。不过还有一个特色，伊的第二声变调变时变时，比如时龟吼变做时龟啦。啊，西瓜嘛是西瓜啊，唔是你叫伊讲。四野龟啦。你讲过嘛？死鸡怎么讲？西瓜。啊，西瓜呢？西瓜。啊，第三位？这位哦，伊个叶君伊是我的助理啦，哈。啊，伊即摆咧读台语生活台语所。伊嘛是自细汉哦，拢讲华语啦。但是伊到尾甲阿嬷学起来。阿嬷是啥物？阿嬷是金门人。哦。所以学的是金门腔。伊后摆伊就以金门腔做一个基本吼。啊，伊学的就是拢甲伊抄做金门腔。啊，咱金门腔，伊在长山应该在恁的分类，老师的分类，这算做金门腔哦是台湾腔。台湾腔。因为正台湾腔甲台湾共款。伊的特色就是有猪啦、倒也阁有。佮台北的新台湾腔无款，台北像大稻埕啦、艋舺不共，艋舺恁是新安溪腔。新安溪腔。你无讲鸡肉？无。你讲鸡肉？鸡肉。对啊，伊迄个做台湾腔的新台湾腔，台湾腔嘛是讲鸡肉，因为泉州都新泉腔拢鸡肉，但是讲火鸡讲黑龟啊。黑龟。来火鸡怎么讲？鹅龟。你看。鹅龟。顺的。哦，鹅龟。啊，
第首。所以就是张日东，伊一个做台语作家啦，即马就散文家吼，真有名的哦。即马真出名啊！伊是宜兰人，东山的人。东山啊？东龟山啦，遐迄条山像东龟。东龟啦，叫做东山、东龟山啦吼。袂使过东山哦。哎，伊的特色是啊，水水软软，食肥肥安尼，即个人感觉就是伊的特色。啊，甲咱头个，咱若是拄着迄个，欧巴桑，伊嘛是共款这个，共款这个桥嘛，宜兰桥甲桃园桥的老辈拢共款的。拢共款吼。啊，但是人因咧宜兰吼保存得较好。啊，若玻璃咧？玻璃迄就搁变去啊，伊就算中蛮州的吼，伊就无即个桥口。阮遐就较会讲哦，天还未关啦，真早就出门，啊来去远远远的路当公园哦，要来买鸭母卵甲鸡脚脆啦，嘿啊，哦，都美美水水的，讲啊千外箍啦，我看人可进内底下暗。荤素洗好，暗顿食饱，才摕鸡脚脆来煎。我拢听有呢。哦，你拢听有？我拢听啊。才摕鸡脚肠来煎啊。鸡脚脆。鸡脚脆啊。但是这个像这个煎字吼，恁都袂安尼讲蒸。蒸啊。但是我知影。对。听有啦。这就是吼，伊焖羹类的碗拢变嘛，啊，所以你所有碗都变了。焖羹类的啦，老师。你若咧做电影调查的时阵吼，你比如讲因这四个，咱会当用什么字来甲问，会当真正表现讲，这个口口拢无共款。有啊，像这个食饭配鸭卵就好啊，伊拄啊日东讲的吼，迄就看就知影食对啦，这个台北万州的嘛，啊，一条这北万州的漳州腔拢是即款的口口。刚才即句就知影。食饭配卤卵。啊，你当碗呢？食饭配卤卵。食饭配卤卵。食饭配卤卵。卤卵。搁一卤卵。卤卵吼。啊，你嘛差不多啦。差不多啊。食饭配卤卵。卤卵变卤卵。徛三五变三。卤卵。西瓜就是安尼。我会记得我听迄个田乐西吼，咧演布袋的时阵，差不多是因这两位的这唱的这感觉。李天乐，无啦，李天乐甲恁较共啊。甲阮咧共款，但是我感觉因教的较重呢。无啦。还是阮你较少年，你比方古早像这西瓜吼，啊你即摆就袂死啊！你讲西瓜嘛，西瓜伊袂死啊。西瓜。好食。古早像好，专就叫上老的专就好食，即款是上老的。啊不，好食啊！这是台北腔口，台北的腔口。啊，好食，来到台湾吼是漳泉南，但是个人南个人的。但是有法度对这漳泉南去发觉讲，你较早来，你较晚来，你安尼，敢有法度？较早来晚来就歹讲啊，因为安怎会知？长山应该长山过台湾吼，每一个庄头拢毋是一个所在来，几个所在。南参做伙。比如讲我有漳州人，啊漳州搭一关吼较济，啊若较济人就讲遐个腔口安尼嘛。比如讲你平平是台南，拢讲是花上加姜加庄酱，这个因的特色对不对？但是迄个关庙迄个所在伊嘛是台南人啊，但是关庙因的祖先大部分拢是中埔来的嘛，所以伊的腔口就变刺拢变丝。叫赛时啊，买红晒。赛时啊，买红晒。我这人生吼，你买回去哦，衰一世人哦。伊那腔口是安尼嘛，但是伊讲伊是啊做，叫做周埔腔对不对？但是你即摆周埔腔有的所在人伊就无保存啊。对。因讲做周埔的人讲风景，讲风强啊。风强。
啊，因遐人嘛是讲风景啊，就无保存。平平上坡的人是食的有保存，啊无保存。敢若是手尾米有啊无？这是大人死去啊！这物啊，你分这，你分这，一人分一项安尼啦，明无？我宝贝有这几项。有的捡到1块银，有的捡到一花干啊。有的花干有人啊，我都有人捡到手指嘛。啊，好运的就这用啊，歹运的就零用啊。拢是，一无够好，反正无要紧，无关系。尤其即摆现代社会变动吼，啊，广播腔拢滥参做伙，咱凊彩乱讲啊。这是最近的代志，就是讲你这个叫做现代哈。现代的一款，大概是日本时代开始。日本时代有一个特色，就是什么呢？伊铁路通啊。较早吼，铁路无通的时阵，一条街一条街，啊，迄个要过街足困难的。撩过街足困难，你知道吗？迄落水街迄年长，迄年深嘛，啊，迄年长，你哪撩会过？行船走马3分点啦。那准备就是行海较紧，安尼较紧。啊，普通的人哪有去行海呢？那坐船学啦。是。啊，但是日本人，创建道路完成了后，南北就通啊嘛。通人甲人就有交流，腔口就交流啦。老师讲了真济吼，其实老师的人生故事嘛变了真济。吼，咱吼下一段，咱来继续来听老师安怎进入了这个地理语言学的这个领域内面，啊，继续行这个学术的这条路，咱继续来听落去。拄啊哦，老师甲咱讲，伊一寡采这医疗的好朋友吼，有一寡人，而且吼，这个过程真辛苦。咱实在转来吼，要来问老师，你是安怎开始这条路？咱就知影老师以前吼，因为必须讲无坐过路啦吼，但是安怎佫开始来做这个语言的研究？安怎开始？上开头迄是中学时代，感觉讲这腔口无共款嘛。我下港爬起来，遮甲因遮顶港吼，家人这边讲话也无共款，佚佗佫无共款吼，我就感觉足趣味的。我就去家己读黑白读啦，啊，甲黑白讲研究。然后老师甲讲啊，无你应该读中文的，我当去读中文的。啊，读中文的以后啊，感觉。中文的敢若毋是我兴趣。你阵时的中文的毋是即只的啊？无，阮一个朋友才介绍讲，有一个美国转来的教授叫做钟罗生吼，啊，即摆伫师大咧做教授，啊有去伊附近大学兼课，啊我迄阵啊是理文化嘛吼，啊我就讲，哎来访问伊啊，去访问才知讲，哦，这人无简单吼，啊我就对学。什么声文学啦、语言学啦，啊，伊方言调查我人去看啦，啊，阵接人都们来时，我就对伊都在咧做调查。低音啊你。啊，我才会晓讲哦，原来是语言是安尼研究的吼。啊，伊摕一寡册互我读，啊，录音机拢互我，伊足听我安尼。啊，我才开始对这语言学吼有观念，吼。啊，对方言调查有观念，啊，有做一本册嘛，对吧？啊，拄好现互你看吼，迄叫做台湾闽南语的分布嘛，啊，伊画图足济，啊，拢是蓝图啊，吼，啊，我想，即个我后摆嘛要行这条路吼，安尼，啊，想袂到去坐落啊。坐落是要甲革命啊，革命就无成功，就叫掠去关啊。一日关就甲判10档。啊，刷落来，你佫拄着啥物老师，佫继续这条路。刷落来都爱等到我出来了后，出来我嘛无头路去做翻译嘛。翻译了感觉这翻译啊讲别人的话，我煞袂晓讲我的话，讲别人的话。啊，我想讲，阮老师吼，有甲我教方言调查，我对这有兴趣吼，我啥早无爱家己做。伊是做全台湾的呢，我的老师，整个第一个萧川上伊嘛做全台湾的呢，啊，阮这老师嘛做全台湾，我就端头行到台湾尾吼，我就去做调查嘛，啊，所以一世纪方言什么形状的，啊，我头脑就家己画地，头脑来画地图啊，
所以我听到什么人讲什么讲话，我随时知影伊对人话，伊拢足准。所以家己信了宿命，靠信心。我即马甲你讲遐话，其实我40年前我就会晓啊，你当时知影。吼，啊，毋过是到尾才愈来愈清楚，是因为地图有画出来，我才知影。有这传播的这概念伫哦，有全部行台湾头行到台湾尾啊。啊，算了，你在中央研究院。对，去中央研究院的原因吼，是因为我去做调查，调查了后吼，我就家己写册，我家己出册，这拢是我迄当时啊写出来册台湾河咧城调研究啦。这本台湾咧属语典上爱影响上大的嘛，迄阵做语言甲文化的调查。当时我做台湾的方言调查了后，我有写一寡迄个台湾分布的文章，写真济啦吼。我老师有看到，伊讲：“你做得足好，你若无爱来我中央研究院吼，来甲我斗做，请一个计划无，请一个计划互我做。”哦，哦，这个是我，就是讲啥？就讲啥？讲方城。哦，伊的名应该讲景丰城啦。景丰城，大家拢叫景丰城，景丰城。城啊，啊，伊到尾吼，我就去遐做交东。伊迄高中的中间，哇！我眼界大开啊吼！我就做专闽南语的册，台湾的中国的吼，有关闽南语的即款重要的文献字典，我拢看过啦。我就编一本册叫做闽南语经典史书里边。啊，我家己做研究，我就知讲哇，什么是一类，什么一类，甲一类安尼。哦，就是安尼看。迄阵时咧，是安尼，迄当时足清楚的了解，吼啊，我就设计一寡迄个仪表，啊，全台湾拢去。我去台湾嘛，差不多要去，敢若每一个，无到每一个乡镇哦，敢若话记180几个点。啊，毋过我做的事足济啦，啊，所以到尾做伤过济，啊，要为菜医疗足济，伤过济都无法度做啊，有的所在较复杂的吼，应该做较济点啊嘛，无做到迄个，所以迄个事到尾也无出版，啊，无就足可惜的。我是希望后摆出。但迄料啊，搁伫个啊。料啊，搁伫。吼。啊，无够还搁去补。会补。迄后手看你大地啊吼，搁出来。但是老师，听讲你是50岁才去读博士。对。我50岁才读博士，这嘛是因为去中央研究院的关系。如果我去中央研究院，我毋是干那做调查，我搁有写论文啊，啊，搁有写册啊，吼。我写册的时阵写论文，拢迄讲啥吼，就等于甲指导。我是伊的博士生。一个尔咧，爱做助理，我搁有钱通去趁咧，是安尼，所以我足幸运的哦。啊，伊啊出了以后，我遮中央研究院有足侪啥物讲论会吼，我讲，有一款话吼，这现代名词我拢听无吼，我讲是落伍的。无啦，迄是学术的即个专业的。我学的物件是60年代，1960年代迄当时啊语言学，19到尾 Chomsky 出来了，规拢变啊。我就想，安尼我补新的。我吼爱去更新吼，头脑爱更新啊。我好佳在有去，安尼我来去读研究所，要读博士。咱即马台湾大部分迄优势腔是啥物腔啊？就普通腔啊，普通腔啊啦。即摆大家咧普通咧，我意思是江州，是江州还是泉州？不江不转。南的，我北南参呢？啊，所以咱即摆咧看讲，啊，这个人讲泉州腔，江州腔，其实拢是咧看讲伊啥物人较多，啥物人较少。对，是比例的问题，配音的问题。啊，老师恁咧看，全部拢是南的啊。那恁咧看吼，有当时讲。啊，这个是古早的传统的，啊，这个是创新的，对，啊，这个是安怎？恁是安怎来做分类？毋是分类分析，就是讲这个英文的变化，你也知影讲这个英文变化，伊的历史是安怎变，伊是安怎来的？
啊，然后再搁甲伊讲哦，你的分布你对，啊看伊分布的情形，就知影讲伊是安怎变的。咱遮有纯古运的啦，啊创新发展的啦，啊语言接触，恁咧看这三部分。啊，但是你看到今嘛，因为广播还是讲现代传播，而且原音吼，大家拢变做讲的拢差不多。啊，这不当求问一个问题，50年了后是毋是即无方言，无方言啊？台语嘛想要起来。袂使啦，袂使是希望啦。伊即马台语遐，这就变做，这就叫做语言社会学的研究啊。我迄本册内底有啊，台湾话吼，你看囡仔咧讲话就知影。伊迄一个叫1909年，内政部有一个调查，我甲伊做一个迄款叫做统计。迄华语迄遍地拢是华语啊。台湾一半以上拢华语的家庭啊，啊那种叫家庭使用语言来看，伊到40-50岁，迄当时40-50岁，即摆50-60岁啊，啊家庭华语就比台语较济。客语免讲，伊死愈紧。啊你若像安尼鱼线安尼落去，台语愈来愈少人讲，啊华语愈来已经得要到100%，安尼时阵。台语要到有救，所以老师，你做这个研究有一个意义，上无有一个意义。50年了后，上无啊伫册顶头啊，佫能找到。所以我咧甲台湾话做王牌啊。唔通啦。唔通对啊！你都要有做法。比如我是医生啊，我甲你讲，你先拍病啊，你爱食药啊，你爱出手术。我爱手术，我要做气功啊，我要做啥物？啊，就死啊，等死了。啊，老师，啊，像阮即马，落爱食啥物药啊？你甲贴一个药方，是成立这台文系，还是台语台？爱化疗。爱化疗。还佫而且还佫食食嘛，爱食较清咧，袂使佫食伤油啊。啊，若是台语要安怎食较清的，莫食遐油。这个另外一个问题啦，后摆吼有时间全部甲你讲。我即摆干那会当甲你讲，我甲你做断层扫描，我甲你心电图拢甲你照好啊，互你看。你甲咱做，你遮啊，我要甲你伫，爱合作经费吼，爱30万。啊，你都爱定期来做化疗，啊，爱照电工。你无爱做，你钱无爱，钱唔敢开，倒惊疼，啊就死。啊，毋是无救，会当救，啊毋过足疼。佫有救就对啦。有救。哦，是啊，紧来救吼。啊，即摆大家开的这个药方吼，开的这个药方就是讲，哦，有台语台，啊台文系。啊，剂量济。所以我干那是剂量济。还佫有安慰剂。所以我连止痛剂都唔是，我就是安慰剂啊，老师，你是啥物药啊？我要开的药方，你爱认真食，无食，甲你讲，剩50天的性命互你，毋是你的性命，是台语的性命。啊，台语袂啊，你无讲台语嘛袂死啊。你讲华语人嘛活较好，活条条嘛真好过啊。老师，如果这个世界若有一天吼，台语无去了后，你感觉咱会失去什么？认同改变尔，无啥物啊。认同改变。认同改变。我甲你讲一个历史，互中国的历史互你听。中国的历史，伊的自古以来，伊就是足济这个民族的融合。啊，这民族的融合做一伙算，到尾变汉语。汉语本身才佫分段，安尼是安尼。啊，原来是讲的，比如讲原来伫山东迄个所在，伊可能嘛是
阿尔泰语甲日本、韩国遐共款的啦。但是要不去互中国食去了，同化掉，一概甘愿要同化。敢若即摆大家甘愿要讲英语共款的，因为是中国有文化有中国甘愿。啊，那像讲南方遮的人，伊就是中国，爱就甲你同化，慢慢向南同化去。同化到尾，敢若剩一个越南嘛，泰国遐，同化无着，同化有着就变中国的土地。是安尼，所以这就是民族甲语言无共款的所在。今仔日哦，咱上无学着两点。第一，这地理语言学，你若学着，你若了解，免讲学啦，你若了解了后，你就要讲保持这语言的这多元性，吼啊，而且吼有这多元性，才有通探生，才有通继续来延续落去。多元性一个是理想啦，啊，全世界的历史吼，也有独裁的、单元的，啊，也有保存多元的。啊，多元是较有文明的观念，我是安尼想，安尼信仰。所以哦，咱无希望讲语言上要被规统，安尼就无趣味。对，哦，现在感谢老师吼，这2-3点钟的时间，咱来讲解咱语言的过去、目前、甲未来。感谢老师。